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佫来到主的圣日，伫这个梦顶，甲大家见面。咱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帮助咱伫苦难当中的兄弟姊妹，也是经历到各种困难的兄弟姊妹，通得到上帝的安慰，得到上帝的能力。求圣灵来帮助咱，求上帝甲咱同在，好叫咱伫这几十分钟时间当中，上帝甲咱同在，借着伊的话语来坚强咱的信心，来帮助咱来经历到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力量。所以，咱用祈祷的心来参加这个聚会。我唔知影你现在伫什么所在，可能伫本国的某一个城市，或者是本市的这个所在，或者伫外国。但是无论你伫倒落，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上帝，逐项知影。所以求主甲咱同在，帮助你一切需要，得到上帝的帮助。咱三个额头祈祷，全能的父神，听阮的主，多谢你，伫这个各款的灾难，以及世界各所在发生，特别是这个病毒的代志。真侪人听到了后，拢心内惊吓。有的家庭一年有几个人来染着这个病毒，有感谢主，有的人已经好起来，但是有的人仍然伫这个困难当中。有的可能是工作，有的人可能拄着生理的问题，或者有各款想袂到的代志。但是无论怎样，阮信主的人应该对上帝有信心，因为求上帝来帮助阮，互阮伫艰难当中活过上帝的带领带领。因为圣经安尼讲，无论阮处伫什么款的环境内面，上帝是阮的力量。你的情况怎样，你的力量也怎样。所以感谢上帝，伊互咱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这是上帝所互咱的应允，感谢主。求上帝借着伊宝贵的话语，伫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代当中，加添阮的气力甲信心，继续靠主的恩典来行这十字架的道路。一直到见主的面，阮感谢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拄则听起的一首诗歌，题目是每一日。这首诗歌实在真合时的诗歌，适合咱今仔日的讲道，也适合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伊的歌词是安尼：每一日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到能力，赢过试炼。我活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无用，毋免搁再惊吓甲挂虑。伊的心家己认知无法通测度。伊每一日拢有最好的安排，无论忧或者是喜，伊的慈爱会显明。劳苦当中，伊使我平安。第二节的最后一句，伊会讲：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咱今仔日活伫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内面啊，会遭遇到各款的问题、困难或者灾难、天灾人祸，想象袂到的时间可能会拄着。但是这首诗歌甲咱讲，伊讲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会如何。上帝的力量加添互咱，通来应付各款的困难。感谢上帝，这句话是对圣经来的。咱今仔日来继续记起5月内面的这个主题是叫做什么呢？圣经无安尼讲，圣经无安尼讲，但是世间人伫因的俗语顶面，还是因的短句内面 phrase 顶面安尼讲，
因讲上帝袂为互你来超过你的力量，所有法通承受的代志。意思就是，咱的力量到这里，上帝所托咱的，只若袂超过咱的力量，就是伫咱力量下骹。伊的意思就是，袂互咱高压的力量，互咱应付各款的困难。圣经无安尼讲啊，但是上帝却讲什么呢？上帝伊讲，神会互你比你所有法通承受的搁较多。或者讲，神会互你超过你的力量所有法通承受的。咱伫苦难当中，神会互咱力量超过咱所能担当的这力量，超过。所托咱会超过咱的力量，但是也得个注意。但是上帝袂为托你是超过上帝所有法通控制。意思是啥物呢？有的人信主是信主，但是有的人就是过犯罪的生活，无要改变，无要悔改，那即款的。伊就落伫即款灾难当中、苦难当中，伊要求上帝来帮助，但是伊毋悔改，仍然伫罪恶当中，那么上帝无法通帮助即款的人。那这个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甲帮助呢，伊一定得伫神的面头前谦卑悔改家己。若无呢，上帝要怎样帮助呢？伊也阁仍然伫罪恶当中继续犯罪，羞辱上帝的名，毋肯悔改，要怎样来改变呢？所以，伊若无专心要改变上帝也无法通帮助伊。所以保罗曾经来经过哥林多即间教会，咱知哥林多教会有真侪问题啊，内面。沙钱冤家在信徒有时佫会带伊的家庙，就是伊的后母来做家己的太太，羞辱主的名，连外邦人都无安尼做，这个人却无悔改，仍然安尼教会也无责备，所以保罗就为着这项代志非常伤心佫生气，像即款的人毋悔改，就甲交托。撒旦去违反伊的肉体，为着要互伊的灵魂得救。所以你看，这个人若毋肯悔改伊落伫苦难当中，上帝要怎样帮助伊呢？所以今仔日咱的题目是对神来的安慰，对神来的安慰。咱今仔日要借着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的鼓励，所以话语让咱今仔日伫痛苦、伫苦难当中的兄弟姊妹，通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因为咱现在这个世界多灾多难在病毒无停的一个搁再一个来，愈来愈强，愈来愈恶。求神帮助咱。咱现在是伫这个苦难的世代。兄弟姊妹，有人安尼讲苦难是一件包装非常歹看的礼物，要送互咱。这个礼物用一个草纸、报纸，这个绑一层，搁再一层包装也香的。咱若要伫内面的物件，咱就一层一层真吞忍、真耐心的真辛苦的将这包礼物一层一层用吞忍的心人来透开。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这个礼物的内面是啥物呢？咱有忍耐到底的人咱将这个包装一层一层的透开，最后的这个礼物是一件真宝贝的，又搁真有路益的礼物，是对咱的生命有益处的一件礼物。
但是咱若无吞忍忍耐，既然有哪去偷有哪，虽然咧偷的时阵真辛苦、真麻烦，但是咱得忍受，咱得忍耐，头啊到最后，迄个黎明出现了，是对咱身体健康、对咱有益处的一件黎明。灾难也是安尼，当灾难临到咱的时阵，咱拒绝。哎呀，为什么安尼？上帝啊，干那你咧将这个灾难临到我啊？可能伊伫遐怨叹，伫遐咧收起上帝。但是上帝若要将一项黎明赏赐予咱，可能这个就是苦难。咱若无好好的来对待这个苦难时阵，咱可能袂对这个苦难当中得到益处。今仔日，咱要对保罗的身上学习到这苦难代志。咱要接到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内面所讲的话，对第3节到第11节。第3节安尼讲，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愿颂赞归托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悲神，就是发慈悲的悲天父，赐达款安慰的神。保罗伫这节圣经内面称呼神是啥物呢？发慈悲的悲天悲，赐达款安慰的神。这两句非常的宝贝。为什么保罗会安尼写法呢？因为保罗称呼神是发慈悲的悲，赐达款安慰的神。因为保罗本身经历到伫这个世上伫伊的工作顶面伫伊的侍奉顶面，经历到各样的困难，伫当中呢经历到上帝的帮助。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来体会到神的怜悯甲安慰。伊若无伫这个苦难当中来经历到上帝的安慰甲怜悯呢，并且伫这个苦难当中得胜了，伊无能称呼上帝是发慈悲的悲，赐达款安慰的神因为伫各款经历过各款难处的当中，伊得到上帝的帮助伊体会到上帝的安慰、上帝的怜悯。因为咱咧信了耶稣了后咱的生命就叫耶稣基督就是联合了。咱有的生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赏赐予咱这个永生。咱的生命叫上帝叫主耶稣是联合做一个，所以耶稣称呼上帝是主耶稣基督的爸。既然也是主耶稣的爸，嘛是咱做信主的人的爸，就正做信徒的爸。天父也的确袂会让伊会行里受过重的痛苦，做苦难。也袂让咱白白的受无缘无故来受苦，为什么呢？因为每一项灾难临到咱，拢有上帝的美意伫当中上帝的旨意当中袂互咱白白的，互咱受灾苦。因为伊要叫每一项的患难就要成就上帝的美意，加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经甲咱讲保罗甲咱讲万事拢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这个万事，无论是好的事，无论是歹的代志，无好的代志，是好的代志，是大的代志、小的代志，这万事拢互相的效应、效力咱亲像一张手，伫秋天的时阵伊会叶落落来，咱看去，哎呀，可能代这张手落较无叶咯，无头毛咯，光溜溜咯，再叶落来，伊就真伤心。
毋免伤心，因为跩叶落落来，经过落雨，经过冰雪了后啊，跩交落去，甘落去土咧，就真侪即丛树会肥了。那跩肥了，对即丛树啊就有益处诶。然后真侪伊诶养分，到春天落雨诶时阵，即丛树吸地下会跩水分、跩养分，真侪伊开花结果子诶力量。这就是凡事互相效力，叫听神诶人得到益处。咱伫患难当中，上帝要叫咱得到益处啊！圣经有一句话，诗篇76篇10节安尼讲：说人会受气，要成全上帝的荣美。刷落去讲，人会受气，你要禁止，若毋是经过上帝的允准，无这项歹代志会临到上帝的行里。若是上帝允准，就是人会受气，用歹的态度，用无好的情况来对待咱，叫咱受苦受难。上帝也要借着这项代志，真做上帝的荣美来荣耀上帝的代志。我记得有一个见证，是一位韩国的牧师，伊做一个见证，因伫这个南北韩战争的时阵，因的仇敌伊将伊的太太掠去，并且将伊害死。那么这个牧师知影，在伊的仇敌做这项代志，除了伤心，伊也阁特别的为着这个伊的仇敌拍死因中太太的这个为因祈祷。并且想办法来要接近伊，来带伊信主，一直到这个时期，上帝听祈祷，这位伊的仇敌信了主，改变了，并且以后成做伊的同工，所以因的见证成做真侪人的帮赞、属灵的安慰甲造就，所以。人会愤怒做伫属神的行里的心顶歹代志，上帝若经过上帝允准，有可能将这项代志成做好的代志来荣耀上帝的代志。所以上帝就是发慈悲的天父。神有伫圣经当中神有真侪名字，真侪名称呼即搭讲，神就是发慈悲的爸，神就是什么安慰的神。这个就是就是说现代式的。什么是现代式的？就是现在的这项代志。你知影，这个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做奴才受苦难，一请摩西做领袖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要互因得到自由来敬拜上帝。但是摩西问这个问题：换当我若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因若问我说：你上帝找你来救阮这个上帝什么名？我要怎回答上帝就回答讲：伊说我是上帝头能力说我是 I am， 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我是是现在式的现在的时态，就是这个 present tense 的意思所以无受到上帝是家己有永远有的，伊是无受空间叫时间的限制。上帝用这个我是来形容家己对人来讲人对这个未来的代志上帝可能是诚做假气的咯，因为人有时间性，但是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
这位上帝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圣经内面啊，对上帝的也是主耶稣的名称吼，的名有几类形容啊。比如讲，圣经讲说，我是创造的神啊，我是现在式的，我是救赎主，我是救主。耶稣讲，我就是光，我就是活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啊！我就是门，羊的门，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啊！我就是生命啊！耶稣讲，我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所以上帝啊，是过去是上帝。现在也是，永永远远也是，将来永远也是。所以顶摆的上帝，上帝也是将来的上帝，也是现在的上帝。神是伫现在的神，是永永远远的神。神是安慰的神，神就是伫现在要安慰信徒的神。所以哦，当这个人啊，拄着现在啊，拄着困苦，拄着灾难，拄着患难的时阵，伊要对着咯称呼神是我的帮助呢，好，要对着咯得到安慰呢。所以圣经讲啊，神是咱安慰的神，神是咱现在主爱的神。咱这个时拄着困难，需要上帝的时阵，上帝现在就是咱的安慰，上帝现在就是咱慈悲的天父啊！圣经的形容哦，咱的天父是何等的真实啊！特别的需要，什么时阵需要，什么时阵上帝是咱的帮助。上帝是咱最合时的帮助，上帝安慰是最合时的安慰。咱伫困难当中，什么时阵呼求上帝？彼得看见耶稣伫水面顶咧行，彼得伊说要去行到耶稣面前，耶稣讲：“你来哦。”彼得一滑落去水的，开始会徛会知，但是看到在波浪的时阵哦，就惊咯，就要沉落去。彼得一呼叫神，呼叫主来救啊！主啊，救啊！耶稣立刻对遐立刻到面头前将伊救起来。咱人什么时阵需要，什么时阵就得到。可能有时会延前一个时间，但是若毋是神的旨意，上帝有伊家己最合适的时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当咱落伫别款无常的处境、苦难、灾难的时阵啊，圣经就用迄一个称呼，特别的称呼是针对咱的安慰，针对咱的需要，来满足咱的需要。咱可以说，神是安慰的神。或者是神是赐人安慰的神，是咱的天父。这个时，咱若是落伫各款的患难当中，神就是咱的安慰咯，就是咱的力量咯，伫患难当中随时会帮助。古约诗篇讲，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会帮助。这句话得到偌侪兄弟姊妹伫苦难当中常常想起的一句宝贵的话语。圣经佫讲，保罗讲说，神是慈悲的天父。慈悲就是唔甘心伊会行里得到过当的苦难，忍受袂调无法通承受的一款的力量，
咱生咱的父母，上且是慈悲怜悯咱，咱的天父也是一位慈悲的天父，伊会帮助咱的困难。第二点要甲咱讲，要讲的就是神借着患难，要叫咱是成做别人的安慰。咱落伫各款的困难当中，得到上帝的安慰，咱也是用这款的安慰去安慰别人。第四则讲，咱伫一切的患难中，伊就安慰咱，叫咱有法通用神所赏赐的安慰去安慰怀遭受各款患难的人。这句上帝毋是随随便便，互咱拄着灾难、拄着苦难。一旦讲是一切的患难当中，咱人伫世上可能会拄着各款问题、各款的患难。咱伫世上，伫这个世界当中，充满着各款的灾难。有的人暗暝行出去，可能互人掠去绑票；有人拄着代志咯，想袂到的代志临到。所以，咱活伫这个世界，什么代志互咱困难呢？咱的环境，头先是环境，互咱在灾难，互咱苦难。第二项，魔鬼撒旦也是互咱的苦难。魔鬼撒旦常常来引诱咱犯罪，借着咱的贪心，借着咱肉体的欲望，来引诱咱犯罪，成做咱的苦难。咱的肉体也是互咱困难，咱的肉体的需求欲望，互咱造成一个难处。抑阁有咱四周围的人，可能互咱一项困难遭遇到各款的困难。所以圣经讲，一切的难处，神当咱行伫一切的困难的时阵，上帝无离开咱，上帝也是陪伴咱经过一切的难处，很困难的处境。上帝互咱经历到这些难处，为着要互咱属于会行入的船，互咱有机会来行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的诗篇，安尼讲，伊互咱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拄着海。是，上帝容允咱拄着困难，叫咱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咱也无惊拄着海。因为伊甲咱同在，咱伫苦难当中，伫幽谷困难当中来经历上帝逐款的安慰，互咱有法通享受甲上帝更较深入的同在。有时咱讲说，上帝甲咱同在有时甲真肤浅哩。上帝我要欠用你你甲我同在。上帝，我若要做一项我认为无圣经的，我照我的方式去行你毋免甲我同在咯。我要家己行，我要家己决定。有时咱会安尼咱伫苦难当中，咱更较需要上帝享受伊的更较深入的同在。伫恩典当中伊要造就咱。伫苦难当中，伊要赐予咱恩典，为着要造就咱，成做合用的器皿，成做上帝的用具，为着要帮助别人。所以咱成做上帝的器皿的时阵成做这个器皿就是 tool， 看英文的 tool，
来帮助别人，以至啊到上帝有法能用咱去帮助、去安慰受甲咱同一样困难还是灾难的人来帮助伊。人若无受困难就毋知影伫困难当中的痛苦。有一个公主啊，公主就是王的查某囝，伫皇宫内面享受逐款的快乐，各款的在食穿皆无问题春秋就有有啥人穿，开嘴就有通食，毋免家己劳苦，就逐项欠用啥物皆有通享受。有一日啊，王就派人带这个公主去巡视，去体验百姓的情形就撒合出去咯。当因出去的时阵看到遮百姓逐个面忧头苦面无快乐伊就问这个带伊去的这个人部下说：敢若遮人百姓行来行去，因的面顶那忧愁忧愁这个人甲伊讲公主因为遮人逐个人个喙齿疼啦，喙齿疼，哎呀，我顶摆喙齿疼袂食佫袂困真艰苦疼甲要昏落去伊这个真聪明伊的部下甲因讲说遮百姓逐个计嘛喙齿疼，伊才体会到说百姓的痛苦。这个人公主倒去了后伊就做真侪好代志来帮助遮百姓人来解决因的问题。所以这个人若无喙齿疼就无法能体会、袂明白喙齿疼的人的痛苦。这个人若无经过苦难呢，就毋知影、袂体会伫苦难当中因的艰苦。所以上帝互咱经历到遮苦难，咱经过苦难的时阵，上帝就安慰咱、帮助咱。为着要干若是，互咱内面有即款的能力，咱安慰人、帮助人，迄个能力对倒落来乃是对咱拄着困难、拄着苦难的时阵。咱经历到遮苦难时阵，然后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安慰。那么咱经历到遮，咱才有能力、有实实在在的经验来安慰怀伫苦难当中的人。所以保罗为着主的侍奉工作伊经历到真多的困难。伊拄着的患难愈多伊就愈多经历得到上帝赐伊的安慰。那伊若拄着上帝的安慰、甲鼓励、甲坚固，愈多会明白上帝的恩典，愈多会经历到这个上帝的能力、甲上帝的美意、上帝的意思原来是安尼那么当一个人经历到真侪遮痛苦，得到安慰，得到遮经历的时阵，伊就有法通明白别人的痛苦，伊才有法通明白互人帮助，真实的见证去安慰人、鼓励人、坚固人。你毋是用着一家简单的同情心，还是一家简单的道理来帮助你。所以，咱经历到遮苦难，得到上帝安慰的人，咱才有法能安慰怀受逐款还是甲咱相同苦难的人。咱就诚做上帝手中的器皿，
即款的器皿，即个土了就是诚做上帝的仆人，中用的仆人来帮赞怀需要的人。第1章第5节到第7节安尼讲，咱既然做做会受到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做做得到安慰。咱受患难呢，是为着叫恁得到安慰得到拯救。咱得到安慰呢，也是为着叫恁得到安慰。这个安慰有法通叫恁忍受阮所受的迄款的苦楚。因得到安慰，也有法通安慰别人因才真真实实的法通得到伫苦难当中来忍受各款的苦楚。第7节讲，阮为恁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影恁既然是同受苦楚，也要同得到安慰。即搭讲到基督的苦楚，咱受到基督的苦楚是啥物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为着基督的缘故来工作、侍奉、受苦、受难咱就是受到基督的苦楚咯。为着主的缘故来受苦受难，这就是基督的苦楚。那么有的人为着听上帝来侍奉主，得到受人的逼迫苦难，受到真侪苦难的时节，那么咱也是伫基督内面是为基督的缘故来受苦。耶稣基督就会上帝要负责任，互咱伫苦难当中来得到安慰，因为咱为主来受苦，基督耶稣也是要安慰人，伊要负责来帮助人，安慰咱伫苦难当中，要叫咱靠主来得胜。所以每一款伫基督内的苦难拢要变做什么呢？要变做信徒的装备。装备就是诚做一款的训练，诚做一款的 tools 来帮助别人，帮助咱有法通去安慰别人。所以苦难毋是歹苦难若是好好来对待到最后就是一款真歹看的包装，但是最后的这个礼物是对咱有益处的。所以圣经甲咱讲是无论是伫受到患难，或者是各款的灾难当中或者伫各款的苦楚当中还是伫得到安慰当中咱有这个安慰的见证，都有法通诚做别人的安慰。咱安慰别人的时阵，互人的灵魂伫苦难当中有法通得到苏醒。咱就诗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伊互咱的灵魂得到苏醒了，得到安慰了，灵魂就苏醒。互咱的灵性得到复兴，就伫基督伫苦楚当中有法通坚持站起来，行十字架的道路。感谢主。第3就讲到保罗要感谢上帝，伫患难当中有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同在，这个是非常宝贝。所以保罗第8节到第9节讲兄弟阮毋是要毋是无要叫恁知影，阮从前伫亚细亚遭遇到苦难的时阵受压迫受压力太过重了，力不能胜，
力量无法人胜任在重的压力啊，甚至连活命的愿望拢绝咯，连活命的愿望拢无咯。家己心内也断定是的确会死咯，叫阮以后无靠家己，乃是靠叫世人搁活会信。所以保罗因拄着偌侪灾难，甚至连活命的机会、的盼望拢无咯。因这个时啊，伫绝望当中，无搁再家己靠肉体，无再靠家己的意思，乃是专心的活靠叫世人搁活的上帝。上帝有一款有非常大的能力啊！既然有法通创造天地万物，也有法通叫死人搁活起来，难道阮伫困难当中，上帝袂帮助阮吗？所以伫遮咱若看见保罗的信心，经过了试炼了后啊，伊愈来愈强，伊的耐力啊，那忍耐的力量哦，愈来愈强啊！咱就这个运动员啊，愈锻炼身躯愈用，加会重，愈加是愈重，愈真侪压力的时阵啊，愈加伊的个重声愈来愈悬啊，所以伊个承受力会愈来愈大。感谢主！一直讲到保罗讲到伫亚细亚所拄着的苦难，到底什么呢？圣经无清楚的讲，可能。伊伫亚细亚，就是伫以弗所这个所在啊，拄着犹太人的压迫、迫害，要害，要掠伊，掠去关，要掠去害因。所以保罗是连伫这个极危险的当中啊，连这个存命活命的机会拢无咯。咱看，上帝让保罗有。拄着这款生命的危险，可能连最工的机会拢要丧失去咯。讲连这个活命的愿望拢无去，拢要绝咯。到这款的地步，那伊用人的办法，用肉体、用家己的聪明智慧，拢无法，所以伊就活靠上啊。保罗讲啊，就活靠互死人搁活的上帝。你看卖？人的绝路，伫上帝就是出路。感谢主的恩典，保罗伫绝境当中啊，伊无靠家己，无靠人，乃是活靠这位叫世人搁活的上帝。因为生命是上帝所成就的，咱有法通靠着上帝来得胜，来靠着赐生命的上帝，才有法通得胜。人常常咧靠家己的办法，用家己的办法来代替用信心来代替上帝的大能力，结果呢，咱的灵性就袂进步。伫苦难当中，咱也仰望上帝，活靠上帝，咱属灵的生命才会进步。那活靠家己的聪明智慧，那么咱无法通得到帮助，而且咱的灵性佫袂进步，并且会陷伫各款的困难当中。所以上帝要借着这困难啊，让咱学习到，毋通单靠着眼见，咱目睭看到的物件，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啊。咱就单单的仰望上帝，仰望神，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伊要成全伊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啊，哥林多后书第1章10节到11节啊，这个讲到上帝拯救是完全的。咱看到保罗的信心，伊讲上帝伊。曾经救咱脱离迄个极大的死亡，现在呢仍然要救咱，并且咱盼望伊将来也阁要救咱。哎呀，
咱看过去、现在、将来，上帝有法人，既然有法人拯救咱过去的问题苦难，现在要救人，将来也是要救人。所以咱看到保罗伫艰难当中苦难当中，学习到倚靠上帝啦，绝对的信心。上帝有迄个能力，既然救咱过去极大的死亡，现在有问题、有困难，伊现在要救咱；将来若有问题，上帝继续要救咱。所以是全时间性，甲咱同在。所以保罗有真大的信心。这个11节讲说，恁以基督来帮助阮，好叫真侪人为阮来谢恩，就是为着阮，因为真侪人来得到恩典。上帝允准保罗过去、现在甲将来，拢无停会拄着跩困难，拄着灾难，伊就无停的来更新伊内面的信心。这个人若常常拄着跩难处的时阵伊的信心会愈坚固，有迄个更较有迄个耐力，有迄个忍耐，忍耐就成功，所以伊就更较有信心咯。因为上帝的带领甲上帝的信息呢，永袂改变的。人的信心需要无停的更新上帝原来是安尼上帝原来是互伊每一摆拢互伊一个惊喜啊！伫人无办法的时阵，上帝有办法；伫绝望的时阵，上帝就是咱的盼望；伫无路的时阵，上帝为咱开一条出路。所以人的信心需要无停的伫咧更新变化。才有法人用新鲜活泼的见证叫信心来群地主，来行这个无停的行这个得胜的这个困难来叫咱的灵性袂退后，乃是会进步，继续的行这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咱伫世界顶兄弟姊妹，无论咱伫什么所在，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咱若有主的同在咱就毋免惊。主耶稣会赏赐咱灵内面的力量，伊主互咱的安慰，这才是有福气。有主的同在，这是福气的人。因为主的同在，来永永远远，伊袂改变，是永永远远伫福气当中。对今仔日一直到永远伫天国内面，上帝拢甲咱同在，感谢主。毋通安尼，保罗伫苦难当中，伫灾难当中保罗伊苦劝教会兄弟姊妹，就为因伫工厂的内面来祈祷。伊讲：恁以祈祷来帮助阮。咱伫属灵的工作顶，伫教会当中，有传道人有神的仆人，有跩志愿者兄弟姊妹，甘心情愿服侍主。有诶伫外国的，有诶伫本国的，有伫附近的，有诶伫主日学的，有伫青年团契各款的侍奉。那么咱得靠什么呢？靠祈祷。所以保罗甲因讲得靠祈祷。保罗鼓励兄弟姊妹用祈祷来支持神的工作，来支持圣工，来支持传道人，来支持在 missionary 托因得到力量，得到上帝的恩典，伫苦难当中得到上帝的安慰，得到神的安慰，也有法人力量去安慰伫苦难当中的人。所以感谢主，教会工作兄弟姊妹用这个来扶持配搭，用基督来配搭，来彼此来扶持，和基督的教会在肢体得到建立，
灵性得到进步，互神的名得到荣耀。感谢主的恩典，咱是毋是愿意安尼做呢？咱看保罗甲彼得现在伫咧工作的时阵拄着困难。使徒行传12章拄着一项代志，彼得为着传福音的代志彼得去关家伫骹区内面。教会圣经讲，彼得去关伫骹区内面，教会却为伊切切的祈祷神。你看，在伫前方征战为着福音来拍战的人，拄着困难、拄着灾难的时阵，教会咧做啥物啊？毋是伫遐咧哀哭，毋是伫遐咧责备，毋是伫遐咧唉声叹气，因在当心伫遐切切的祈祷上帝。后来彼得伫骹区的天使行神了后，因离开家业，伊个骹手会链落去了。铁门自动开去了，因行出去的时阵，伊就想，到底彼得要去倒落啊？伊就去到一个叫做马可的约翰老母，叫做玛利亚的家内去。伊到迄个家庭内面，看去内面什么情形啊？伊讲伫迄搭有真侪人聚集祈祷。你看，有兄弟姊妹。伫战场顶，伫前方，伫咧拍战，教会兄弟姊妹为因切切的祈祷。所以咱兄弟姊妹有的人说我无法咯，我年纪也悬咯，无力量咯，无法通侍奉主咯。祈祷就是侍奉主，交伫前方的是相同。你伫后方为主的仆人祈祷、奉献、关心，等于来帮助还是前方的兄弟姊妹，互相配搭。上帝工作是需要兄弟姊妹同心来安尼做，来荣耀主。所以下面做一个结论，一个结束，用几节圣经节来彼此鼓励。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安尼讲：神有法通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还是咱所求所想的。上帝是照着运行伫咱内面的大力啊！咱内面若无迄个能力吼，咱怎样喙较偌敖讲，较偌有口才，知识较偌丰富，你的学识文凭是较偌侪。咱若灵内面无迄个圣灵的大力啊，无迄个充充足足的力量，咱就无法通成就超过咱所求所想的，这是真重要。第二，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安尼讲：恁所拄着的试探，无非是人所有法通忍受的。神是信实的，的确袂话叫恁受试探的时阵介意所有法通承受的，是伫试探当中的时阵总要为咱开一条出路，叫咱有法通忍受得了。你看，所以伫试探当中要互咱忍受得了。所以这是上帝话语所互咱的鼓励。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可能落伫无同各款的下苦难，甲伫困境当中、灾难当中、病痛当中，或者有讲袂出的这款难处、艰苦的所在。
那么咱就好好装备家己，备办好咱家己。咱就知影什么呢？咱就知影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定律啊。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呢？就是各项代志，无论大无论是小吼，当发生的时阵，伊就互相咧影响啊！咱亲像一张手，本来是夏天结果子，到秋天的时阵就叶落来咯，无结果子咯。秋季较大无叶，再秋叶落落来涂骹。哎呀，人看其实真伤心啊！哎呀，这张树要死了吧？啊，再树叶落落来，啊，是毋是无救了呢？毋是，当在树叶落落来涂骹，经过冬天雪落来，还是落雨落来，在树叶就甘伫土里，就真做肥料，就真做这张树将来的肥料。当春天来的时阵，落这个春雨啊，春天的雨落雨啊，在土在树叶就变做肥料，佮这张树吸收去，佮再发叶啊，生叶开花就结果子咯。所以就安尼轮流循环所发生的万事互相效力，为着要叫这张树得到益处，咱伫患难当中，咱会记得知影万事互相效力的定律啊！伫这个世界顶的苦难，一定是有的。咱就知影苦难毋是要害咱，苦难最终的目的是叫咱得到益处，叫咱得到益处。第二点，咱就知影什么？伫世界顶，咱有苦难。真侪人认为说信主了后，就行伫一条空中大道，一条大路顶面真平坦，无石头，无刺皮，四边两边皆开花，有绿草，真芳，各色各样的花草，各有香味。咱信主了毋是安尼，若是安尼咱灵性袂进步，咱袂体会到生命的宝贵。所以耶稣讲啊，伊说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叫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哎呀，人听到头一句是耶稣要甲咱讲好代志要互咱有平安是跩好代志，要叫咱赚大钱咯，伫代志万项代志拢顺利这个心想事成咱逐个人爱安尼心想事成好得不得了。但是上帝，咱的主干来讲，我要将这代志要甲恁讲，互恁心内有平安这个代志是啥物呢？伊说，伫世界顶恁有苦难；伫世上恁有苦难你听到即句话了后，是毋是你的灵水甲你泼去心顶清逼逼了呢？无热心了呢？毋是煞落个讲，但是恁着放心互咱安慰咯。是恁着放心，伫苦难当中恁通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赢过了世界了。赢过了世界了，主耶稣伫十字架顶赢过魔鬼，赢过试探，赢过罪恶，赢过死亡的捆绑了。咱信靠主，咱也是赢过死亡，赢过罪恶了。咱伫主内面逃亡了，得胜了。靠着主，咱就得胜了。第二项得胜的秘诀是啥物呢？约翰一书第5章4节到5节来讲，因为凡对神善的，就赢过了这个世界；
互咱胜过世界，赢过世界，就是咱的信心。第五再讲，赢过世界的是什么呢？什么人呢？敢毋是迄个信耶稣是神的囝儿吗？所以要咱赢过世界，在试探还是苦难，是靠着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对得来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伊是神的囝儿，伊来到世上来赢过了这个世界，赢过了魔鬼的捆绑，赢过了罪恶，赢过了死亡。上帝叫伊对死来个活起来。咱伫主内啊，毋是绝望的。咱伫主内永远是有盼望的，因为咱的上帝是互人有盼望的上帝。咱的上帝是一个安慰的上帝，咱的上帝是慈悲的上帝。伊就是上帝，就是咱的避难所。上帝就是慈爱，上帝就是咱的安慰。感谢主，伊是现在式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伫苦难当中啊，的确要得到上帝的安慰。神也的确要互咱诚多安慰别人的器皿。咱拄着在困难，拄着安慰，得到上帝安慰，咱也要用这个安慰去安慰拄着甲咱同款拄着灾难的人，来安慰因。咱就诚做一个安慰人的器皿，互上帝来用。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为着要拯救帮助怀伫苦难当中的人，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归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伊是咱的天父，是咱的救主，伊是咱的安慰，伊是咱慈悲的天父。咱三个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借着今仔的信息来安慰阮、帮助阮。阮知影这个世间有苦难，但是耶稣讲恁通放心，因为我赢过了这个世界。感谢主，靠着伊，阮也是有法通赢过这个世界，赢过困难，赢过这灾难。团伫苦难当中，毋是忧忧愁愁的来行完人生的道路，乃是得胜的来行完人生的道路，一直来到见主的面迄一日。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